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2023年8月22号。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0篇，创世纪44章第1节到34节，罗马书11章13节到29节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外邦的救恩。上帝定义要来将伊的救恩带到互埃及，就是所谓的万邦啦吼。咱伫最近所读的创世纪的记载中间，无论是看到雅各伊转去到伫伊老母的后头古因兜拉班的家庭。或者是借着约瑟以及雅各、以色列的全家的移民，上帝将伊的救恩带到互全埃及。咱伫8月18号读经的分享的中间，也提到着上帝为着要拯救以色列人的全家族，就安排约瑟的阿兄的嫉妒。出卖约瑟互以实玛利的生利人，将约瑟带到伫埃及，伫波提法一兜，佮安排一个好色的主人的太太来陷害约瑟，入伫迄个监狱的内底。也因为安尼，伊就有机会替法老王的酒政来解梦。虽然迄个恢复着职务的酒政伤欢喜啦，袂记即约瑟的恩典，但是也透过上帝互即个法老王的梦，会通互约瑟有机会伫法老王的面头前来替互伊来解梦，互法老王通见识着即个约瑟所代表上帝的智慧甲伊的能力，然后法老王就命令约瑟成做全埃及的宰相，管理制定新的次序来拯救全埃及。因为安尼，会通煞咧来保存以色列全家脱离这个饥荒的侵略，也因为饥荒，互约瑟有机会甲伊的阿兄来重逢，伫甲厝里的人来过一届相见面，知影伊的老爸悠远健康。今仔日的经文创世纪44章第1节到34节，咱看见约瑟伫要求伊的阿兄转去厝里，带家己的亲小弟便雅悯来到埃及了后，又搁设计想办法将便雅悯留伫埃及。这个当然毋是要来扣押便雅悯，伊的目的是要互因的全家会通搬到埃及来，因为上帝的救恩透过约瑟临到，互埃及，更较是要来互以色列的全家。咱拢知影保罗是一位外邦福音的使徒，伊家己嘛非常明白上帝互伊的呼召。伊伫写互罗马教会批信的中间安尼讲着：现在我对恁外邦人讲，虽然我是外邦人的使徒，我看我的这份做阳光，安尼通激起我的同胞的怨妒，来救因中间一寡人。以色列同胞受欺杀，那会互世间人甲上帝搁和好？因搁受接纳，敢毋是亲像人对死搁活吗？头一块面丸，若性别归互上帝，规算嘛拢会安尼。
树根若性别归乎上帝，话嘛拢会安尼。人互橄榄枝，甲橄榄枝剪起来，将恁遮的野生的橄榄树花接落去，来接受共迄丛树根的营养分。恁就毋通对剪起来的树夸口，恁若夸口，就知，毋是根在挖靠恁，是恁在挖靠根。恁检采要讲，遮个树枝剪起来是要甲我接落去的，对，因毋信才受剪起来。你对信才会看会了，你毋通骄傲，着惊吓。因为上帝若无留原来的树枝，若无一定会留你。所以，着知上帝的慈爱甲严罚，对堕落的人，伊真严罚。毋过，你若继续倚靠伊的慈爱，伊就用慈爱来对待恁。若无，恁嘛会受剪除，失去伊的慈爱。以色列人若毋是坚持毋信，就会受接纳倒转去。因为上帝会当搁互因接倒转去，恁遮会对野生的橄榄树剪起来树枝，上帝拢会当违反自然，甲恁接伫好的橄榄树。遐个原来树枝减话卡，应该接倒转去嘛？保罗用实物。一个接话的概念，讲到着外邦福音的应允。迄个意思并毋是讲咱遮的外邦的人着爱先接话，亲像犹太人才会当得救。好若亲像一寡犹太基督徒的人，因讲着爱即个亲像犹太人受割礼才会当得救毋是啦。事实上，保罗的讲法是讲，外邦人要亲像犹太人款，得到上款的救恩。这个就好若亲像树花的树接枝的树，会当得到上款的营养，无有差别啦。保罗佮继续讲，上帝疼世间人是无有差别的，而普及的万民就是这个概念。保罗伊咧讲，兄弟姊妹啊，我爱恁知这个奥秘的真理，才会想讲家己是聪明。这个奥秘就是一部分以色列人暂时疑心，到外邦归主的数额满为止，安尼所有的以色列人拢会得救。圣经所记载拯救的会对释安出来，伊会除去对这个雅各不虔不义，迄时我要除去因的罪，这是我甲因所立的约。一方面，对福音的观点来讲，以色列因为恁的缘故，诚做上帝的对敌；另外一方面，也对竞选的观念来讲，因为因祖先的缘故，因诚做上帝所疼的人。因为上帝的恩赐甲竞选袂改变，是啦，上帝的救恩临到着外邦，但是请咱会记哩，犹太人犹原是上帝所疼、所拯救的对象。上帝袂去排斥犹太人，好若亲像伊将救恩来享受互外邦人同款，除非人家己来拒绝。诗篇130篇，上主啊，我对深渊来求叫你，主啊，求你听我的声，求你按耳孔听我的恳求。上主啊，你若会记得人的罪过，主啊，什么人徛会牢？总是你会赦免人，
互人通敬畏你。我迫切听候上主，我仰望你的话，我的心神听候主，比守望的人听候天光更较迫切，比守望的人听候天光更较迫切。以色列人着仰望上主，因为上主有不变的慈爱，伊有救赎的大权能。只有伊会救赎以色列脱离因一切的罪过。感谢上帝赏赐救恩予万民，使得非犹太人的阮会通得救，亲像犹太人所领受的救恩相款。求主帮助阮，也用相款的疼来疼人，带人归主。祈祷奉怜悯的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